最近一只特别绝种的北大西洋无鱼领的海鸥，是出现伫美国海边啊。这款海鸥全世界已经存无到350只咯。为着要保育这款的海鸥，都有饲海带业者用因饲海带的锁仔放到海底，望讲会当减少海鸥互掠鱼仔的锁仔颠掉的风险哦。咱做伙来了解。 伫美国 Massachusetts 州附近的海边，一只北大西洋陆基海洋妈妈带伊的细只海洋囝，当伫游水游甲真欢喜。这毋是定定会当看到的画面，因为即马全世界的北大西洋陆基海洋已经存无到350只，是面临绝种危机的动物。成年的北大西洋陆基海洋身躯有差不多14公尺长，体重会当到70公吨，是所有海洋品种当中体型第3大只的。 过去去人类掠到要绝种，即摆如果拄到其他人类所制造的威胁。 They are suffering from multiple human-related, and that includes ship strikes, entanglements in fishing rope or any type of line. Their instinct is to roll. And with that rolling, they catch themselves up even more and tighten that rope around their body and become entangled in multiple ways. 真侪去互锁仔颠掉的海鸥，上尾啊拢会咬死。 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保育团体希望当地掠龙虾甲金马的渔民会当放弃使用锁仔来捕掠龙虾的笼仔，毋过愿意配合的渔民并无介多。但是另外一方面，伫海边饲矿物的业者，有人开始用较会当保护海洋的方式来饲矿物。 因为北大西洋陆基海鸥定定会浮出水面，所以业者就将因饲矿物的锁仔尽量插伫海底上下骹的海床顶头，安尼海鸥游过去的时，就较袂去卡到这锁仔。So probably only about 2 to 3 feet off the bottom of the floor, and what that does is it sinks all the gear. Whales theoretically could go over top of it. 饲矿物的业者洛威特是甲美国上大的非营利海洋研究组织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合作。 研究组织希望用新的方法，会当保护北大西洋陆基海鸥，莫去互锁仔伤害到，同时嘛袂去影响到业者的利益，创造人类甲海鸥双赢的局面。记者甘美南编译。